今日咱先来看郭文摕的新闻。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摕，佮提出政见，针对废除考试甲监察两院，因为可能牵涉到修宪，所以讲未来伊若做总统，讲未提名考试委员甲监察委员，甚至一上任就会将这个预算甲停掉，就会当解决啦。伊毋过律师黄德英表示讲，这个做法错误，而且违反宪法。我们要会出一个民选皇帝制。第一，你行政院院长还是要有立法院的同意的。要小党生存有可在空间，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摕主张台湾将台湾现主席的上首长制改做内阁制，包括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本来他们在当选之前都信誓旦旦，你知道，可是一当选发现，这权力，这个考监两院可以做抽用的多好啊！答应若选调改革成为制度并下手，国庆前郭文摕一困提出7大国政主张，除了总统去立院报告，行政院长需要立法院同意，特别预算未搁再是常态化，下修选举年龄，国营事业搁战公开遴选，将规划目标内阁制立宪，不能够冻结考监权。律师黄德英就讲，这个做法恐惊违宪。就是说，政治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啊。要让大家开始去讲嘛，其实还有一点呢，我当然有时候被开玩笑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方法，不要编预算，就说如果他当义工的话，我们就继续做。另外，去美国进前，则发出含好友机比民调的郭文摕，在美国转回龙机时，听讲手机红偷睇，各党也未吹到。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莫怪郭文摕最近回应较慢，毛外界关心哪被害上新进度。还好那个手机我就很有自信，里面也没有什么不雅照的私密照，你知道？还好，你知道这个我有把握。那至于说那个联络管道，其实我跟你讲，幕僚之间每天都常常有在联络，这不是问题啊。郭文摕继续批评，总统大选是动作不断，不能够在野整合，嘛继续领战。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